舒淇生日夜會柯震東。生日愿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心存善念，然後懷着一個感恩的心去面對美好的世界。睇嚟失落金像獎影后嘅佢，對微博俾人惡搞單嘢好介懷噃。唔緊要，甄子丹後嚟賀飯。係補償翻之前嗰件事件，令到你唔開心。沒有，我覺得很多事情不是因為個人的問題，跟個人沒有關係。乾杯！呢份生日禮物嚟啫，36歲咯，唔係諗住成世做黃金剩女啩？有冇催婚啊？我媽媽一直跟我講說，單身是最好的。我當然希望還是像小齊的歌一樣，有一個可以依靠的對象啦。對，快噶啦，你咁主動，食完蛋糕速別。去九龍城同柯震東佢哋打邊爐，玩到3點幾，開心過做影后啦。上年台灣金馬獎，柯震東變小 fans 排隊揾舒淇合照，今次輪到舒淇踩場，睇嚟佢都幾迷呢位靚仔喎。